라소다 딘데 어마 어 셰다하기 긴두만 넘버 조르규베 차람 유니 싱겐게 那么，首先要问候以佛学院为主的僧众们，还有透过网络收看的所有法友们，问候大家身体健康，吉祥如意。那么今天呢，是我们课程的第6天。那在之前的几天的课程当中，那我们很简略的谈到了唯识这样的思想在印度是如何弘扬的，主要有弥勒、无着、世亲等等这些大师们，他们建立了这样唯识的思想的基础。之后还有陈那、无性等等这些唯识的论师，还有撰写了唯识30颂的10大论师。昨天呢，之前课程呢，只是我口头述说讲说，不见得大家是不是很清楚。所以呢，今天我制作了这个投影，让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所有这些唯识宗的这些祖师们，透过投影跟文字，让大家看一下。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吗？先等一下，这个投影不是太听话。다당무들이야 안에 샘잡에 지문시 중간인데 안에 지준 상관다 파버 통매다首先呢，是建立了唯识基础，是他们3位弥勒、无着跟世亲。其中无着跟世亲是我们平常说藏传佛教说6庄严2圣当中的6庄严中的2位，就是无着跟世亲。一般我们说6庄严，它指的是在印度最主要的6位这个论师。那么2位这个圣者2圣呢，殊胜的圣，那并不是印度的论师，那有这样的说法。这是达拉那塔，他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呢，因为藏传佛教就有这样子6庄严2圣的说法。总之讲回来，那这里我们看到有无着、世亲，他是6庄严当中的2位。接着从世亲呢，他的弟子就有，那么有提到一位叫陈那。那至于世亲跟陈那是不是真的有师徒关系，这有一些不同的说法，这里今天不多说。那么总之世亲之后到陈那，然后到无性等等，然后之后到戒贤，然后就是到护法，然后到戒贤，戒贤就穿着玄奘，然后就有法相宗。
所以他们就是叫做有相唯识宗。好像刚刚这个投影没有出来，现在有出来了。就是世亲传给陈那，然后到无性，到护法，到戒贤玄奘，到法相宗，那这个就是有相唯识派。然后再来是世亲传到德慧，再传到安慧。这里有一个地方可能是修改一下。他们都鸟了烧要的追接那种。第一老嘛老这点不起，但等你嘛。所以德慧之后是安慧，然后是真谛，然后之后传到了中国呢，就是摄论宗。那么这是一种说法，就是真谛是移植了安慧，但也有一种说法呢是真谛是早于安慧的。但无论如何，总之呢，这样的一个传承被称为叫做无相唯识派，藏传佛教称为叫假相唯识派。再来之前课程中有提到十大论师，也就是跟世亲同时代的有几位，有火辩，还有清盛，这两位是跟世亲同时代的。那另外还有几位十大论师当中，另外3位他们是护法的弟子，撰写了唯识30颂的另外3位大师就是圣友、最圣子跟智月。一般印度也有说4大论师，有功德光，然后还有护法等等，有这样子4大论师，有这样4位。这是达拉纳他的印度佛教史当中有另外4位这样的说法，有这个罗睺罗论师、护法论师等等。所以总之护法是很重要一位他的3位弟子都是十大论师其中3位。然后再来呢，十大论师中的另外2位是净月还有欢喜。他是在安慧同时代的，就是欢喜他欢喜的弟子就是圣君，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十大论师呢是用这个蓝色来表达。所以我想这样子有一个表格，各位看了会比较清楚一点。好，那接着我们讲
也接续在之前谈到唯一是在中国的发展。呀，大概点想到过头了，行不？上周。那时候，但卡上加纳路里啊，就加纳里啊，之前我们谈到说，中国的唯识主要有3个流派，那么其中头2个讲过了，那么今天是讲第3个，就是叫法相宗。那一年卡上的全南边住的姐姐，没得病，就是样的，好不得卡里啊，确实那住的是狗影病了，那不是，要不让可能特别上的，应该狗没。那这里主要是，仿佛说他自己翻译成藏文的时候，法相宗翻译成藏文有不同的译法总之呢，回到法相宗，那么这个法相宗，就说唯识的这个学说首先呢是唐代的这样一个高僧，就是玄奘，他最广为人知的名号就是叫三藏法师，所以是由他把唯识的学说从印度带到中国的。那很多人都知道他，那很多人说你认不认识玄奘？藏族里面可能不知道，但知不知道唐三藏可能知道的，因为很多人都看过了这个《西游记》，那里面有这个孙悟空、唐三藏，那这个是在中国大家都看过的这样的一部又拍成这个影片等等，所以很多人呢说跟大家说唐三藏或者说三藏法师的时候，大家可能更熟悉。所以总之呢，这个唐代的高僧玄奘，就是由他呢把这个唯识的学说从这个印度带到了中国的。然后呢，之后我们说所谓的法相宗呢，是由他的弟子，就是叫窥基，也叫做慈恩大师窥基。那他依据了这个唯识的思想而成立的这个学派，就叫做法相宗。那当时玄奘是怎么把唯识呢带入中国的呢？首先我们认识一下玄奘他在那个时候他是一个无所不学的这样的一个人。那尤其呢，他对于真谛翻译的这个17谛论非常有兴趣。所以这个17谛论呢，它其实是只是瑜伽师地论里面的前面的几品所以他读了这个17谛论之后呢，他就想要看完这个完整版，所以他就想要去
找到看到这个瑜伽师地论，但是当时呢，这个中国没有这部论，所以他就想要说去印度去取得这个瑜伽师地论，但是当时呢，这个唐朝呢是有这个所谓的国境的，但是他不顾当时的这个国境呢，还是这个千里迢迢就前往到印度。所以就像我们在《西游记》里面看到的那样，这个唐三藏就是玄奘大师，他也历尽千辛的就遇到了很多的这些障碍啊，很多的这些总之很多的故事总之他就到达了印度。那么也是真实的记载上，他是真的历经了千辛万苦，然后他在公元624年他抵达了这个印度。他那个时候呢就到了那烂陀寺，当时的那烂陀寺的住持就是戒贤，所以他依止了戒贤为师，然后学习这个唯识的教法。总之，这个玄奘呢，他停留在印度的期间，他可以说广学了小乘和大乘，但是呢，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学习瑜伽唯识的思想，这是他留学最主要的目的。而且呢，不仅如此，他之后他也到印度各个佛陀的圣地去这个巡礼跟朝拜。所以他也写下了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大唐西域记》，这一部游记也可以说是我们现在能够再去考察过去佛陀的这些圣迹最重要的一个记录了。如果说当年没有他这样子详细的一个记载的话，其实我们现在可能很多这些佛陀的遗迹都不可考了，所以他是真的我们要非常感恩的这样一位大师。总之呢，他在印度有长达17年的时间呢，这样子在那边留学还有游历。那么回来的时候，他就带着在印度得到的非常多的这些可以说学习到的知识，还有很多的经论，他都带回到中国。那么是在哪一年回来的呢？是在唐朝贞观19年，就是公元645年的时候。那么他回到了当时的这个首都，就是长安，国都就是长安。当时的唐太宗非常的高兴，盛大欢迎他回来，而且呢也设立了一个国立的这个翻译场，或者说叫译经场、译经院，然后协助呢玄奘他的这个译经的事业，推行他的译经的事业。所以当时玄奘就在唯识方面，他就翻译出《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阿毗达摩论集》、《
阿毗达摩集论、摄大乘论、成唯识论等等。另外还有很多经论，像是大般若经、俱舍论，还有异部宗轮论等等。总之呢，他可以说全心全力的把他带回来的全部的经论都翻译出来。那在19年间，直到他这个圆寂之前他不停的进行这样子不休息的进行大量的这个翻译，翻译出多达了可以说74部卷来讲是1350卷，所以这是非常大量的被他翻译出来。那么由玄奘大师翻译出来的就称为叫做新译，新翻译的。在他之前的翻译就被称为叫做旧译。所以新译旧译这样的名称就是由于玄奘大师那个时候来分的。像藏传佛教也有这样的这个新译旧译的这样的分法，是由仁谦桑波这位译师他那个时候分的。他之后是新译，在他之前是旧译，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从他翻译出的经典的内容来看，有经典，有论点，也有小乘和大乘。但是呢，他内心中可以说他最希望翻译出的内容还是唯识的方面的内容，他想宣扬的是唯识的思想。所以呢，他也就依据了他在印度所学到的这些可以说正统的唯识思想这样的这些学识知识，就翻译出很多唯识相关的经论。尤其是玄奘翻译出10卷的成唯识论，这部论点是非常重要的。这部论可以说是在中国佛教史上非常重要一个可以说划时代的一个事业。之前课程中有提到过，这一部论主要是结合糅译了这个10大论师对于世亲撰写的唯识30颂的注释而成的这样一部论点，而其中呢是以护法的主张为正确、为正义而说的这样一部论。他当时呢想说如果要将10大论师所有的这些都翻译出来的话，会非常的多，所以他就跟他的弟子窥基做了一个讨论。所以窥基讨论之后就说，窥基也就建议说，如果说是节录节义的话，会非常的好，也就是将10大论师他们所有的论著的重点集合起来翻译的话会更好。所以这就是成唯识论。那其中呢，就是刚刚说以护法的
这个说法为主要，然后再以其他论师的这个为次要的围绕着这样的一部论点。那么因为这部论是以护法他的说法为正义哦，所以法相宗的另外一个别名也称为叫护法宗。这样一位了不起的这个翻译家玄奘大师，他也有一位了不起的弟子叫就是这一位叫做窥基，刚刚也有提到过他，他也叫做慈恩大师。那我也试着把这个慈恩大师翻译成藏文一下，把它打进去。呀，从这个方面全部需要的不嘞？打空的，没什么我是拿不得的点钱呢，全那边出的是啊，也因为这个窥基大师的努力，所以在他的努力之下让玄奘大师的这个可以说唯识的思想开花结果，成立了法相宗。所以从这个意义下来看，可以说法相宗的开创者也被认定为不是玄奘，而是窥基。那总之呢，有关窥基他的简单的介绍，就是他在17岁的时候出家，然后他也协助玄奘进行翻译的事业，尤其是玄奘在进行成唯识论的翻译的时候，据说呢，他在翻译的过程中呢，就开悟了。再加上他也学习了英明，也受到了这个玄奘的这个一种熏陶之下他就写成了《成唯识论述记》，还有这个辩中编论等等述记。他甚至将玄奘不断宣扬提倡的这个护法系的这个传统的唯识的体系整理成一个宗派，整理成一个宗派的宗旨。另外呢，他也写下很多经论的一些书释像是《法华玄赞》《说无垢称经术》《瑜伽论略传》等等，所以他也被称为叫百本书主。他另外还写有一部叫做《大乘法院义林章》。窥基呢，可以说就是法相宗的开祖。那接着法相宗的第二祖窥基之后，就是慧沼。
他是公元650年到714年的人的一位大师，他著作了《成唯识论了义灯》。他的弟子，也就是法相宗的第三祖，他叫做智周，他是公元668到723年的人。他的著作是《成唯识论演密》。他呢更进一步的这个整理还有发展了这个护法的唯识思想。所以以上提到了3本著作，就是窥基的《述记》，还有慧沼的这个《成唯识论了义灯》，还有智周的这个我们叫演密就是《成唯识论演密》。这3部论呢，总称为唯识三书。那么也因为呢，依据了这3本著作，所以他们3位也被判定为这个可以说是唯识的三祖那另外呢，慧沼呢还著有，他不仅是著有前面的那个《成唯识论了义灯》，他还写了这个能显中边慧日论，再来还写了劝发菩提心集。那么依照呢一些学者的看法，就像前面课程我们提到过，地论宗是以实地经论作为依据的。再来一个叫摄论宗呢，它是以这个摄大乘论为依据的。但是呢，这2部论点，他们的当中的唯识思想都是片面的，里面呢都只传达出可以说印度唯识思想的某一个面向而已。所以呢，这就有一个问题，这2个宗派呢没有办法正确理解什么是正确的印度唯识思想，他们没有办法完整的理解正确的印度唯识思想，就只能在一些枝末的问题上进行研究。但相较于此呢，法相宗却在玄奘的努力之下他直接呢可以说承续了弥勒、无着、世亲到护法这样一个正统的完整的印度唯识说、唯识思想。而且呢，在他的这个抱负之下他让整个这个法相宗在唐代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发展。那这也导致了当时地论宗和摄论宗呢，也受到了这种压制，受到了法相宗的一个压制。最终呢，这2个宗派就被法相宗这个融合了。就像之后等一下会讲到的，这个法相宗在唐代由这个留学中国的，就有一些这个日本学生，有道昭、智达、玄访等等，这些是一些日本的留学生
他们呢学习了，在中国学习了唯识宗，他们想把这些思想传入日本，他们也把就同样以相同的名称，就是法相宗这样的名称兴盛，然后直到现在。那日本的那法相宗能够这样子以法相宗之名兴盛到现在，最主要就是因为玄奘窥基的努力之下建立了很好的基础。那么法相宗在当时可以说在中国是非常非常的兴盛的。那么同时呢，也可以说吸收接纳了这个地论宗、摄论宗，它就成为了可以说这个唯识学的正宗中国佛教当中唯识学的正宗了。接着，但是碰到了会昌回佛，这在我们之前有提到过，中国有遇到几次的这样的毁佛、灭佛的这样的之难。那么唐代就有遇到过这样的会昌毁佛的之难，所以呢，在唐受到了这样会昌毁佛的影响，所以在唐朝之后，法相宗这个传承呢就开始衰微，而且很多相关的这些著作也散失。所以后来呢，到了智州的时候智州就是前面提到的这个法相宗的第三祖。所以到了他的时候，法相宗的整个可以说法脉就已经中断了。换句话说，到了第三祖之后，就整个法脉基本上就中断了。之后，后来呢，在中国呢，是以这个旧义加上了新义这样一个综合起来的一个宗教。它这个宗教叫做华严宗，它主要是如来藏跟唯识综合这样的一种信心的宗教，就是华严宗。同时还有禅宗，还有跟这个净土，就是念佛这样子的，可以说修持这样的实践的方式呢，也是在整个佛教界呢是非常的风靡。这些呢跟唯识还是有一些关联的，但是整个命脉当时法脉可以说法相宗的法脉是有一些已经可以说是中断了。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一个法相宗可以说整个是印度大乘佛教最正统的在中国的唯识思想，那怎么会这么容易或者说脆弱的在中国就衰败了呢？那日本有一位学者，他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理由。这个日本学者叫做竹村木南，他认为有3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这个唯识的思想太过于哲学性了，所以呢，除了少部分的那些学者之外所以一般人是读不懂的。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一般人是无法接受的。所以这是韦氏衰败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韦氏有提到三称真实，再来五性个别的教义，其中有提到不定性跟断灭种性。所谓的断灭种性，就是无法成佛这样的一种说法。所以这对于强调宗教信仰的一般人呢，这是不符合他们的信仰的。因为任何人心中的信仰觉得说，任何人都有机会可以成佛，但是唯识宗这样五性个别三称真实的教义里面提到的就是说，却有人是断灭种性，是不能成佛的时候，一般人心中就无法接受。第三个原因呢，是唯识思想强调一个，就是修行的过程太久了，要得到最后的结果太久久远了，要久远的渐修持渐修的这样的一种太久远了，所以不适合中国人的思想。所以像是禅宗啊，或其他的这些只要认识心性就可以了悟心性，大家都喜欢这样子，简单就好。我想这不是这个当时的一般人的想法，我想藏族心中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简单就好。但是唯识很强调你要渐修的，所以一般人听到这一点也不符合一般人的想法。所以这是日本这位学者提到的三个原因。但是也不是说呢，唯识就在中国完全的消失了，并不是的。举例来说，在这个比如说在元朝的时候，当时很流行禅净双修就是禅宗跟净土双修。总之呢，在元朝的时候，当时很流行这个禅净双修。其中呢，就有很多这些唯识的学者在讲解这些唯心净土的思想。再来还有到了明朝的时候呢，有中国的一位叫憨山德清，他也一度的想要复兴这个法相宗，所以他写了一部叫做《性相通说》。他透过写这部著作来简述这个唯识的宗义。但是呢，因为当时这个很多唯识的典籍很欠缺，所以结果呢也没有进一步的发展。接着到了清朝末年，有一位杨仁山大居士，他呢到了日本，他呢取回法相宗的很多经典，
那些很多经典都是当时唐朝传过去的，他知道之后，他就取回到中国，所以也引起了这个学术界带起了一股一个风潮，因为等于说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这些唯识相关的典籍都已经失忆了，但是都失散了，所以结果又从日本带回来，这有点像噶举的教法也是曾经这样子。譬如说冈仓的，就是噶玛巴米支多杰才开始这样子的佛学院，一直到第10世噶玛巴，都还有培养出很多的僧人。但是第10世法王之后，可以说佛学院的制度就没了。之后呢，噶举派反而是大家代表说是没有佛学院不懂、没有读过书的一个代表。16世法王到了印度之后，在隆德寺成立了佛学院，同时呢，当时也复印了第8世噶玛巴米支多杰的经典。那么这些经典传回西藏，那在藏地很多当时的噶举的堪布，大部分学的都是宁玛、萨迦格鲁其他的论点，所以当他们呢一看到第8世米支多杰的论点的时候，当时那些噶举的堪布拿到这些经典的时候非常的高兴，他们跟我说了，他们说非常的高兴。他们甚至其他教派的他们的这些法友啊，也很高兴说，哦，原来你们噶举派里面也有这么好的论点啊，他们很惊讶，原来你们噶举当中也有这些论点啊，甚至很多他们这些朋友都说，哦，都没想到你们噶举也有这样的论点的。接着呢，讲回来到到了民国时代，有一位叫欧阳靖无，他也是一位居士，他呢领导了一个叫支那内学院，当时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佛学院。那他们复兴了唯识学的研究，在中国的南方，然后再一位叫韩清净呢，是在北方呢，也弘扬了这个唯识的思想。所以可以说唯识学派就在整个中国又重新的恢复了。所以这个刚刚提到的佛学院，就是支那内学院的研究方式，主要研究的内容经典主要利用的是日本传回来的这些法相宗的著作，还加上了藏传佛教的著作，还有欧美的这些梵文佛教的一些研究成果，这是很多梵文的原点等等。所以呢，可以说他们让当时唯识学整个研究现代化了，所以这个影响呢是非常深远的。所以这里呢，我们简单介绍了唯识在中国怎么样兴盛，后来怎么消失了，后来到了民国之后又怎么恢复等等，做了一个介绍。接着我们休息半个小时。
아서 다드네 콘도 슈베기 야나기 셈셈의 로규기 최리아 那么在上面我们提到的这个中国的唯识学派的历史当中，它和这个印度的唯识学派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呢？一般的认为是这个样子的，就是真谛它传承的是安慧的学说，玄奘呢它传承的是陈那到无性到护法的学说。但是呢，有一种说法说安慧他其实呢是比真谛还更后辈的人。在另外来讲，在藏文里面翻译的有关这个无性的这位大师的一些文献，还有和汉译的这位无性大师的这个文献，两者之间还有这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所以呢，在思想上不一定说护法和玄奘是有这个直接联系的。所以呢，关于我们说在印度的唯识学派各个学系之间，还是有很多的相异的地方。所以很多的学者都还在研究当中。但是呢，可以依据譬如说在藏地流传的很多有关唯识的一些说法，那么现在很多的这些有关唯识的疑惑，或许都可以被这个明白都能够被这个搞清楚等等。好，接下来呢，要谈一下这个法相宗它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名称？它为什么叫法相宗？那么之前我们谈到过，中国有3个唯识宗派，有地论、摄论跟法相。我们现在在谈的呢是法相宗。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唯识它这里被称为叫法相？那首先我们要先了解，当我们在对我们这个世界，比如说在对物质，或者说在对整个世界我们去观察去分析的时候，尤其呢是在分析各种现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区分这个区分清楚，有2种态度是不同的。那这2种态度是哪2种呢？第一种是一种是想要将现象它的实体和机体这2个都要解释明白的这种态度。
所以就是现象的它的实体跟它的机体这两者，我们要把它搞明白的这样的这种态度。譬如说透过很多的仪器科技器材去研究某个东西，譬如说这个物质它是什么，它的实体是什么，然后再来它的机体，就是它更细微的它的更细微的里面的东西是什么，它的基础是什么等等。所以这是叫做研究现象啊，任何现象它的实体跟机体。再来第二种态度是指想要研究探究的是现象它的本质是什么，这种态度就是它已经超越了这个就是这个物体了，而是这个物体现象它的本质是什么了。所以上面这两种态度举个例子来说吧。首先第一种态度，举个例子，像是现在科学家，像是这些自然学家，他们譬如说在研究水，会认为说它是原子，是万物的这个根源，然后还发现电子啊、阳子啊等等，这些是物质最小的单物这样的理论。这代表呢是上述的第一种的态度。但是譬如说在这些科学家研究现象这个背后，如果我们还观察，假设有一个内在的本质，就这些现象它的内在的本质，这个呢就是第二个了，想要探究现象本质的态度了。所以这两种态度，我觉得如果我们了解之后，我们就会比较了解法相宗他在讲的是什么。所以在中国呢，玄奘跟窥基他建立的唯识思想的学派，我们说叫法相宗。这法相宗它的意思，它就是在探讨着这个存在的相状是什么的一个宗派。这个存在就是法，法的它相状是什么，是叫法相宗。但是如果详细仔细来说的话，其实它也可以称为叫做法相宗，其实呢也可以叫做法性相宗，也可以。为什么呢？为什么说它也可以叫法性相宗呢？因为呢，这个派别它的目的主旨就是在清楚的去区分性质跟相状，就是在区别性跟相是什么。所以在这里我们说的法性相宗的时候呢，正因为这一派的主旨就是在区别性跟相，所以用一个术语来讲，它是在做性跟相的一个决判。所以这里的性它指的就是一个实性那也就是事物的本质是什么。那相指的就是所谓的相状，也就是各种现象的现象。所以这个就是总之从这个上面来讲这个法相宗或者说法性相宗也好，法相宗这个唯识思想，它在谈的都是接近上面我们说两种态度的第二种，它在探究的是现象本质的是什么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所以其实唯识思想它真正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它就是要很清楚的去区分这个本质，就是性
还有现象是什么？로 추베게 남바 가리 봐. 다는 신기 테레 로스 추베게 니루기 차 가리 봐. 진짜기 니주的能수기 차 만들어 소소 야와치야디 所以像所谓的现象，我们现在有很多错乱的现象和我们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要分清楚。但是其实唯识思想它真正的出发点其实毕竟它还是在主要还是在对于现象，也就是相上的一个分析。因为最开始我们其实无法直接了知到本质是什么嘛，所以还是先从相上开始去观察跟分析。换句话说，也就是从什么现象开始观察呢？从现象，我们必须从现象上去入手。譬如说，从观察自己的感觉啊，我们的现在有什么知觉，还有我们现在有什么想法、思考等等这些对象，这些我们实际的一些经验这些项上去观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唯识宗其实是非常科学的，而且呢也是非常逻辑的，非常学术性的。另外一方面来说，其实唯识思想也真的是非常复杂，它非常庞杂，而且又很细致、很精密的一个思想。所以它是结合了这个学术，可以说哲学思想，这样色彩都很浓厚的一个宗派。所以一般说要了解唯识是不容易的，因为它有很浓厚的这种哲学的色彩。所以如果没有学习过的人，一听到唯识会觉得不知道在说什么。所以这也是法相宗它得名的，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我们做了一些解释。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讨论唯识它在日本的开展。这里再介绍一下这个之前谈到过，这是中国唯识怎么样发展的就是从印度这个投影当中，都是源自于印度。这是由首先这里有说三宗嘛，首先地论宗的话，是因为有菩提流支跟勒那摩提，他有翻译了这个十地经论，然后之后成立地论宗等等，然后接着有慧光道宠，之后有南道北道派，之后再来呢就有摄论宗，就是由真谛，他因为这里传下来这个摄大乘论，然后就成立摄论宗。最后呢，地论宗最后被华严宗吸收，一部分也被摄论宗吸收。那北道派最后是被摄论宗吸收了。最后呢，是中国唯识第三个宗派，就是法相宗。这是玄奘，就是法相宗。那这里是解释一下玄奘藏文的拼法，这里有一些不同的拼法在丹珠尔里面跟这里投影的拼法。总之这个法相宗就是之后传入到日本的这个的宗派。所以接着呢，我们就进入到唯识它在日本是怎么开展的。
那么最主要呢是当时呢有很多在中国留学的这些日本的学生哦，他们在中国学习这个法相宗，所以是由他们把这个唯识思想传到了日本。那主要是经由4个途径传进去的。首先第一个是叫做道昭，他在653年他进入了入唐，他跟随玄奘、窥基学习，大约在661年回到了日本。第二个是智通、智达，然后在658年入唐，也是跟玄奘、窥基学习，但他回国的年月是不详的。第三个是智凤，再来智鸾，然后再一个是智雄，他们是在703年入唐，然后跟法相宗的第3祖智周学习，在唐朝呢住了多年，之后在705年还是706年的时候回到日本。再来第4个是玄奘，他在717年入唐，他也是跟法相宗第3祖智周学习，在735年回到了日本。那么透过上面4个途径呢，传入到日本的法相宗后来就非常的兴盛。然后再到了这个奈良时代，也就是当时就是710到794年，就是当时就是奈良时代。可以说这个法相宗就一直是在这个奈良时代。当时呢奈良时代那里就有南都佛教可以说法相宗就是在奈良时代那个时候的南都佛教里面最主要也非常兴盛的一个宗派。尤其呢在日本法相宗第1代的这个祖师就是道昭，他就是在圆心寺，还有第4代的叫玄奘呢是在福兴寺，那么他们就弘扬了唯识说。那么在这2个寺院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兴盛的。那么前面的寺院后来也被称为叫南寺，后面称为叫北寺。那这2个寺院呢，后来因为各自在唯识学说上的弘扬，也有很多的相互的竞争但这个名僧也辈出，然后也有很多的著作论著也出现，所以这样子一直非常兴盛的情况就持续下去，然后就一直到江户时代。实际上呢，在日本这个唯识的这样的学习呢，这里播放一个投影就是他们认为呢，要学习唯识呢，是被认为要跟俱舍要一起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教理，是佛教的一个教理的一个基本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佛教的基础，一个基础学。那么在以前呢，日本江户时代就是17到19世纪，那么不论呢是什么宗派，
那么所有的学生呢，都会到奈良，就是到这个南都就是奈良这里，然后来研究学习什么呢？就学习唯识和俱舍。所以当时就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唯识3年，俱舍8年。好像之前课程中大概我有提到过，有这样说，俱舍要学8年，唯识学3年。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如果你要研究学习，好好了解整个唯识体系的话，你就必须花11年的时间。所以呢，当时真的要学习唯识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说唯识学研究是这么的困难呢？那其实就是因为唯识学它真的是已经非常精细化了，非常系统化了，它整个的学说非常的系统化。而且从整个历史上这样的过程上来看，它发展的呢，已经成为了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理论的体系了。所以当时的学生要学习的话，需要很努力学习，这样11年。所以他们这里所学习的俱舍和唯识指的是什么呢？当时日本所谓学的俱舍就是世亲的阿毗达摩俱舍论，然后唯识呢，其实指的就是护法等等论师所造的这个成唯识论。那这里他们的俱舍学和唯识学也共同有一个名称，就被称为叫做性相学。这是对于这个本质性质还有相状的这样一门学问。所以这个性相呢，在谈的就是所谓的性，就是法性本质，还有法相就是相状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个别的特色叫法相，共同的本质叫法性，大概是这样。所以俱舍里面呢，就把可以说一切的法呢，或者说一切的存在呢，说有75种要素，然后呢75种法75种要素又把它统摄为呢合为5个部分，也就是这个色法，或者我们叫物质，就是色法，然后心，然后心所，就是心的作用，然后再来是心不相应行，就是或者心的其他的作用，或者叫做概念的对象，然后再来最后一个是无为法，就是或者说叫绝对的存在物，这5类。所以这一般就是叫做5位75法。这是俱舍的算法，对于法的算法。然后再来呢，唯识呢也有这个5位白法的算法。所以这是世亲所说的这个5位白法。这个呢，在藏文，这个5位白法，就是藏文里面本来是没有，后来是从中文翻过去的。总之呢，这讲回来，这里你会看到俱舍跟唯识呢，就在对于法的一些分类所以它是一个法相的分类学可以说就是叫法相宗。所以这是它的法相宗得名的一个名称缘由。
其实呢，法相宗呢，它其实是一个相对而来的一个名称哦，并不是它原本的名称，是因为当时呢，中国呢有一个叫天台宗，因为呢，天台宗呢，它教理的重点主要就是在研究法性，这是在相对于法性，它在研究的是相对于法相，它研究的是法性，也因此呢，相对而言呢，这个就有法相宗的名称来说。因为从唯识宗本身来说，它不是只讲法相这个部分的，它其实也有谈到法性的部分的。所以我前面有提到，其实本质上唯识的思想上来讲，它其实可以翻译叫做法性相宗，因为它不只是谈到法相而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从本来的性质上来讲啊，其实俱舍可以叫做法相宗的，因为俱舍它在谈的就是各种的法相嘛。但其实呢，并没有这样子，这是因为法相宗这个名称啊，是因为就是前面讲，它是因为大乘的一个名称，它是相对于这个法性宗相对而来的一个名称哦。所以呢，在这里没有将俱舍称为这个法相宗。所以俱舍不可以称为叫法相宗，只有唯识可以叫做法相，这是因为法相它是大乘的一个相对于法性宗而有的一个名称哦。那么，所以俱舍跟唯识同样都在讨论的是性跟相这方面的学问，但是差别在于什么呢？俱舍是属于小乘，唯识是属于大乘。然后，而且不同点在于说，俱舍呢，它主要主张的是三世法实有，那唯识呢，是站在空性说上而认为说有法的假有。那这部分之后我们在谈教理的时候可能会再细说一些。那后来呢，日本有很多其他的宗派也出现了，那么他们是怎么看这个法相宗的呢？那么因为呢，法相宗认为说，所谓的这个他们有认为主张三乘是有分别，而且认为就是所谓的五性个别一分不成呢，就是他们认为一分就是所谓的断灭种性啊，是无法成佛的，不成佛的有这么一部分的人是不成佛的。所以呢，相对于像是法华那些教义，他们认为是一乘教，这意思。然后还有相对于这个唯识是有三乘教，但法华是一乘教，还有其他像天台华严是主张是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的这些宗派呢，所以其他的宗派呢就把法相宗认为是全大乘，就是并不就近的，只是权宜的这样一个大乘而已，所以把它呢降为了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层的比较低一个阶层的一个地位了。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情况呢？会可以说降级，把法相宗降级的原因呢？那日本的一个学者呢，他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有一个日本学者叫做高崎直道，这位学者呢，他说，他认为那么就像是在中国，当时最先对法相批判的是谁呢？就是有一个华严宗的叫做显首大师，法藏显首大师，他对于法相有对于唯识法相批判，这是在中国是这样。那在日本的话呢，是有一位叫做最澄，就是叫传教大师。他当时呢，跟日本的法相宗的一位叫德一的一位大师呢，在佛性上呢有争论。所以总之呢，那个时候就有一个说法，就认为说呢，唯识法相这样的一门思想呢，它只是一个佛教基础的学问，不是佛教真正的奥义所在所以不是究竟的一个学问。所以当时呢，所以这样的一个看法就变成是当时的很多日本的人们对于可以说法相宗还有佛教各个派别的一个评价是这个样子的。那到了明治时代，日本明治时代大概19世纪末，当时呢，日本呢就输入了这种很多研究方法，主要就是近代的这种欧洲对于印度学的各种研究方法，还有很多研究成果。所以随着呢这样的一些研究发展还有成果随着这对于印度佛教的历史跟原点研究的进展唯识的思想他们对于唯识思想评价又开始不一样了，有所变化了。而且呢为什么会有变化对唯识改观了呢？主要就是因为各种很多阐述唯识思想的经论的这些范文原点都被发现了，还有很多校刊本被这个印行出来，还再加上当时很多学者在藏语这些语义方面的研究也有进行，所以大家对于唯识都改观了。例如呢，当时有一位这个法国的学者，他这里投影有投出来，叫做希尔万莱维，就是上面这一位，这是莱维。再来下面那一位呢，是比利时的一位学者，叫做路易德拉瓦莱普桑，他是一位比利时的学者。上面那位法国的学者有没有长得很像爱因斯坦？他是唯识的爱因斯坦。总之呢，他们是20世纪初的2位重要的学者，他们的著作还有很多翻译本，
就把很多唯识的这些基础思想介绍给欧洲世界。哇，他们这两位学者会梵文，会藏文，会中文，会英文，会什么语言都会。所以他们在20世纪初的这些著作和翻译，所以让欧洲世界就认识了唯识是什么。那也因为这两位学者的这样的一个贡献，可以说这种新的唯识学的研究也在日本兴盛起来了。所以后来日本呢，就有2位可以说是最先2位唯识学的先锋吧。一位呢就是宇井博寿，再一位呢是山口义。那他们出版了很多种这种梵文原典的这种研究。那么接着呢，就可以说就带领出就有更多的这些研究的学者就踊跃的参与这样的研究，整个唯识的研究就盛况空前。这可以说是100年前的事情哎。那这就是简略的介绍了唯识在日本是怎么开展的。接下来呢，介绍就是唯识怎么样在这个韩国发展的。现在大家都很喜欢看韩剧，但是你们大概不知道韩国佛教。所以我想简单介绍一下唯识在韩国是怎么弘扬的。那么法相宗那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慈恩宗。那为什么呢？因为慈恩呢就是窥基的另外一个名称嘛，所以用它的名称也称为叫慈恩宗。所以法相宗呢也当中有一位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位大师，他是玄奘的另外一个弟子，叫做玄策。这个玄策呢，他就是韩国人，但当时呢不是称韩国，当时他那时候的国家叫做新罗，所以他是新罗人。一说呢他是玄奘的弟子，一说呢他是玄奘的可以说是法友。总之呢，他被认为说是跟窥基是可以说是一起这个2分法相天下的这样的一个人，可以说把这个法相2分，法相的天下一人分一边的这样的人，跟窥基一人一边。那其实呢，这个玄策他在玄奘大师呢
这个返回唐朝之前，他就已经精通这个社论宗跟地论宗，而且非常的出名啊，在这些论点上的研究是非常出名的，在长安京城里大家都知道他。然后他在玄奘大师回国之后呢，他也亲近了玄奘大师，而且呢，元策呢，他也很熟悉汉语各种的经典，而且他还精通什么呢？梵文、藏文等等6国的语言。所以呢，当玄奘大师在翻译《般若心经》时呢，他甚至很轻易的能够指出古本有哪些地方误译了、翻错了。在当时，元策他不仅呢是受到众人尊敬的这样的一个僧人，而且他在唯识的思想上也是独树一格的。他的学说唯识思想学说见解跟玄奘跟窥基是有一点不同的，主要是因为呢，就像之前谈到过，原因是因为玄奘呢在印度17年的时候，元策他自己是很专心的研究这个地论还有社论，所以他受到真谛这个三藏的影响是很深的，而且他对于这个安慧啊、南陀传下来的这个唯识，他的摄入是很深的。那所以相较于玄奘、窥基，他们传承下来是护法戒贤这样传承下来的唯识学说。那元策的话来说的话，他反而是能够综合了跟融合了这些学说，而创新，有这样一个创新的发展。所以由于这样的原因，在新罗还有中国的唯识学的见解是有一点不同的。在玄奘的圆寂之后，在元策呢也乘着这个玄奘他的遗命那继续在一个寺院叫西明寺弘扬唯识，而且不停的给予教学，而很多新罗的留学生还有中国的学生呢，也都来跟他学习。那因为他在西明寺这样子弘扬唯识，所以他也得到了西明大师这样的一个称号。还有像解深密经书也是在大约这个时候写成的。而当时这个西明寺呢，就成为整个新罗唯识学派最主要的一个寺院了。那整个这个新罗唯识学的这个学术地位就在这里建立起来，然后慢慢再影响到韩国、日本等地。那这时候元策呢，他也受到这个武后，就是武则天的礼遇，还有请法。这个武则天呢也是信佛的，所以他也非常的这个恭敬元策，也跟他请法。
而那时候呢，新罗王，当时的新罗王呢叫做神文王，也派了这个遣使哦，很多次呢要请他回这个新罗，但是武则天呢都不让他回去。最后这个元策氏回去新罗回了一次，但没有停留多久，又回到中国，然后就在中国呢，这个终老一生。那他的著作很多，他的有一个成唯识论书哦，但是很可惜，这个成唯识论书好像已经失传了。但另外呢，他有一个叫解深密经术，这个贡献是很大的。现在呢，在藏文丹珠尔当中有这个3卷3函。一般来说，虽然有真谛、令因、玄范、景心、玄晓等等，他们都有写这个解深密经的著书哦，但是都没了，这些都已经散失了，所以都只剩下汉语著书的，古代的这些著书，汉语著书就只剩下元策的了。所以这个著书是非常重要的。后来这个著书呢，在大概9世纪的时候，有一位译师叫法成，他翻译到这个藏文，后来也成为这个宗喀巴，他写这个辩了不了义这个善说藏论里面的一个引句之一哦。总之，这里有提到这位医师叫法成，之后我在想，可能提到唯识在这个西藏如何弘扬的时候，我会再多提他一下。好，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么明天是休息日，后天呢是这个农历的大年初一，那么也是这个楚部的大年初一，楚部历的初一。但因为之前呢，我手边没有楚部4历，所以也没机会看，所以后来那个时间表出去了，才有一人跟我说，哎，这个怎么上课时间刚好还碰到了是楚部历的大年初一还上课，这个怎么楚部历初一怎么还上课？所以那个人跟我说，哎，楚部历初一怎么上课？我说，哎，对，初一还上课。所以楚部历初一又是农历的初一，所以我想后天这个初一应该也放假吧。我还是一样，我倒是没假可放，因为对于我还是得准备这个课程，尤其因为要准备这个唯识怎么样在西藏弘扬这部分，因为本来西藏怎么样在唯识弘扬这部分本来资料或者就没有人好好把它整合一下，但我想你们呢可能就放个假吧。
所以明天休息，后天也休息，然后大后天才上课。好，那就讲到这里。然后歌颂回向。好的，这里要补充一个。那么后天是这是初一，新年，也是楚布历的大年初一。所以也借今天这个机会，那么也对这个网络的上的我们这个华人这个中国年，大家新年好，也希望新年大家身体健康，一切如意。同时呢，也祈愿内外一切的这些障碍逆缘都消除，一切顺缘都具足。谢谢。